众朋友你好，我是郭国清，欢迎收看今日新历10月14公视台去台下晡新闻。咱先来关心中国官方的中央电视台又搁爆出2个台湾的学者认罪，讲家己过去中国做间谍收集情报的节目。国际媒体 Reuters 报道讲，美国计划要搁卖咱5款先进的武器，中国外交部言辞嘛大硬反对。联合国大会打选举人权委员会委员，真侪过去损害人权的国家，煞也有通得到释出。观众朋友，咱先来看中央流行疫情指挥中心说明讲，今日国内是无新增加武汉肺炎的患者，同款保持530个病例。不过有接到日本通知，讲发生3个对台湾出境往因遐去的民众，所验到有病毒的情形。咱等就来听指挥中心陈市长指挥官上盖新的说明。今天我们没有新的确诊的案例仍然维持在530例。从台湾出境到日本然后被验出来是有 COVID-19 的阳性的个案，总共有3例。到今天为止，总共10个案例，在最后一个案例就因为进来才通报，所以没后续的追踪。那其他8个个案其实都是在机场的时候验出来，然后第2次在采检的时候，第2次在做 PCR 的时候，全部都是阴性。研判这8个个案都是一个伪阳性的可能性相对的比较高。咱知影讲，即当阵入境就是要去住防疫的旅社，顶日高雄市一间饭店，互人检举，若隔开检疫的对象无含一般的旅客分作无共楼大，甚至是连防疫旅馆的许可都还未请到。昨日市府专门清查所有的旅社，看敢有下隔开检疫的标准。结果当有市议员逼讲，观光局进前就先放消息，讲要去检查，再去周灵文局长公开回释的。在稽查之前，先以讯息通知业者，以准备资料，以便利查询的这个造成通风报信的疑虑。在此，我代表观光局向社会大众致歉。高雄市观光局长向全高雄市民道歉，因为12观光局、卫生局加民政局等部门跨局处稽查全市各大防疫旅馆，因过伫前一天有观光局的人透过网络群组先将消息通报给业者。和南洋议员积极拍假球。尽管同仁解释是为了要求效率才采取这样的措施，但是造成社会观感的不佳，观光局会立刻检讨并做必要的惩处。瑕疵存在了但是对整体的我们的一个整个旅宿业者的一个住宿的秩序以及我们的防疫的措施里面，目前并没有影响。伫国庆连假时阵，三明区领导酒店被人检举，无确实甲居家检疫者甲一般旅客分散管理，而且根本无核定将这防疫旅馆。业者隔顿间赶紧甲34位居家检疫的民众，全部拢送到其他合法的防疫旅馆。观光局也依法对业者做裁罚。市府伫12公全市495间旅馆拢符合居家检疫标准，因过事先通报，可信度互人质疑。事先的通风报信。他能够检查出哪一间有任何的违法吗？我要求陈其迈市长一定要尽快出来说明。国民党高雄市议员质疑，安尼时就已经涉及公务员的盗窃加泄密问题，而且是造就造假设定好的结果。希望市府的政府单位应该赶紧启动调查。观光局长亲自道歉，就是惊讲高雄市政府的防疫措施规个拢冷去，影响到了后秋冬旅游各县市民众来高雄观光的计划。记者综合报道。关心政治来讲，连续3日，中国官方的中央电视台一再播出掠着台湾过去的间谍这款节目。昨日有2个学者蔡金秋甲施正平，拢伫咧镜头内底认罪，讲家己假借学术交流去中国咧收集情报。咱国立委会当时表明讲，对方再三再四假造事实，压人食罪，完全是恶意的操作。中国官方媒体用时播出台湾间谍系列报道，第3天出现的是2018年7月份前往福建泉州了后失去联络的台湾学者蔡金树。用时讲，伊今年7月份互以危害国家安全罪红判4档，当地坐监。因为我在大陆20几年了。一来追随前辈从事两岸交流活动，但是却被军情局利用，作为危害大陆国家安全的一个行为，
这个是我始料未及，也是我很后悔的地方。甲前2天无共的是，即届毋但蔡金书，还佫有台湾师范大学退休教授施正平，嘛是2018年伫中国失去联络，去用指控真侪届去中国利用两岸研讨会议来做情报收集的工作。是我做错了，希望那么我的经验能够分享给这个台湾目前可能还在触法的这些人士，作为一个警惕借鉴不要再继续犯类似的这个错误。都屏东县枋寮乡顾问李明基、学者郑武钦，佮加上蔡金书佮施正平，目前已经有4个台湾人伫电视顶关认罪。毋过熟悉郑武钦真侪年的淡江大学副教授王坤基教授接受广播的时阵表示，郑武钦是学术中人，他有能力去大陆去招一些会懂讲英文的这些学生到这边来学习，对，到查理斯大学来学习。说实话，就是学术掮客嘛，我帮你找一些学生来，他拿一点佣金嘛，他佣金你们讲的很多，大概就600欧嘛。台湾人伫咧中国失去联络，佮出现就是去用指控做间谍，上着急的就是因的家属。国台办指出，检察机关已经通知啊。侦查机关已经按规定将涉案人员关押地点等情况通知了家属，并且为涉案人员聘请了律师。按照刑事诉讼法的规定，涉及国家秘密的案件不公开审理。对于中共接二连三对台湾从事两岸交流人士以所谓破获间谍名义乱抓并编造子虚乌有、罗织入罪的剧情，一再恶意政治炒作，刻意破坏两岸关系。中国提出真侪证据，认为讲是依法来打击民进党政府。针对中国的情报渗透破坏活动，说以国安来做理由，无公开审判。陆委会反驳，认为中国是超过一啲扩大间谍行为，严重破坏两岸关系正常发展。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早起立法院经济委员会这边要审查农委会所公告，同意进口的牛肉、猪肉会当落正肉精的条文。不过国民党有立委大声要就停事的问题发言。主席刷放农委会单局中主委上台报告，造成在调在野嘛，搁再下来杀去。尾手经过协商，决定要先举办公听会，另日再去审查这条案。主席宣布经济联席委员会开会时阵，马上请农委会主委陈吉仲上台报告。不过这时阵在野党立委已经咧登记定词发言，但主委议员继续报告，引发国民党立委林维洲不满冲往备询台。民进党立委曾水雄看到，马上要甲揪走，现场吵吵闹闹。不要为难主委，不要为难主委。不是，你要等主席才是嘛。结果，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总调郭建民出现，要主席赶紧来处理。第一个定词发言的国民党立委林维洲要求应该先开公听会，再来审查农委会所修正的公告，嘛就是开放国外牛猪使用莱克多巴胺。共党的立委纷纷呼应。今天很离谱的是，我们没有半场的公听，要来直接审查。上台定词发言的民众党立委赖香玲是不满经济部长王美花要求伊来报告，因为12号立法院财委会才通过要新增加来自的进口报关的 CCC code， 会聘分类号列来做区隔，但隔天王部长说讲这件代志不可行。这个是傲慢的官员、傲慢的部长，我认为非常不适合。国民党立委是伫定词发言要结束的时阵，夜排画口号，要求应该20月底至少先开5场公听会，才会当审查。最后由民进党立法院党团总调郭建民主导调野协商，确定要先举行公听会了后，才来实质协商。记者林丹昌为台北报道。再来讲，进前伫台湾台视女朋友的香港人陈东家已经委托律师甲地检署送证，表示要来台湾受审。不过早起也有立委咧质问内政部徐国勇部长，讲陈东家敢有含咱所指定负责联络的单位拒接过？徐部长讲确实是无，总是当事人伫台湾通缉当中，只有经过刑事局的安排，签证的问题才有在调处理。涉嫌伫台湾杀害查某朋友走登去香港的香港人陈东家，团讲伫最近要来台湾投案。
理律法律事务所证实，已经受到陈同佳的委任，向士林地检署တင်报办理。士林地检署也已经受到律师会တင်报书证。目前伫咧讨论所落来代志。也毋过有立委质疑，陈同佳安尼施做，是毋是有符合向单一堂口导案？这个地检署的检察官是我们所提供的单一窗口之一吗？其实我们的单一窗口是在刑事警察局，我们希望说他从这个窗口，然后因为这个窗口才能够真正的从包括签证怎么来等等，才能够做整个的处理。陈同佳是毋是来台湾面对司法，互人看甲无啥啥？受害者潘晓英的老母也讲。那陈同佳2、3进前无来台湾受审，未搁再替伊求情。行政院长苏贞昌也讲，港府应该家己侦办杀人案，引起外界议论，敢若是不办港府将代志交予台湾处理。他杀了我，在我们这里犯罪，我们有单一窗口给他，他应该要来接触啊。所以是刑事局也是欢迎他过来投案的哈，这应该没有问题啊。不，他要过来就过来了，也不是用欢迎这2个字的。徐国勇讲。香港人派香港人，照理讲是香港家己办，批评港府无负责任。因为陈同佳伫台湾被通缉，未当用自由行的名义来台湾，所以陈同佳应该透过刑事警察局加陆委会堂口，才能处理签证抑个其他程序。记者综合报道。关心国际的大消息来讲，联合国大会打选举人权委员会委员。因为制度就是分地区推派代表，真侪过去根本就是损害人权的国家，煞也有通得到实处。投票的结果，确实是无论中国、俄罗斯还是古巴拢总入选。美国国务卿麦蓬佩奥嘛发表声明，讲2当前因提出人权委员会决定，即马看起来确实有正确。Required majority 97. Number of votes obtained by each member state: Pakistan 169. Uzbekistan 169, Nepal 150, China 139, Saudi Arabia 90. 全中国这2以来一直迫害维吾尔人，甚至强迫穆斯林在解决食猪肉，也去设立大规模集中营，关上百万的维吾尔人。近2年来，直播后控制香港政府镇压反送中甲反对港版国安法的示威，造成本届的得票数减少超过2成，也搁伫第3世界甲东欧共款人权纪录侵害友好国家支持之下，以139票超过过半抗战的票数，伫人权理事会摕到实处。另外，长期迫害异己人士，无少对流亡海外情报员甲反对派领袖下毒的俄罗斯，甲反美色彩鲜明、人权状况也真歹的古巴甲玻利维亚，拢伫少数区域得到过半数票数，正做评断联合国会员人权的委员。对此，美国国务院蓬佩奥发表书面声明指出，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结构组织，互人权纪录侵害国家有机会摕到实处。同时，对以色列有严重歧视甲偏见，美方早就呼吁联合国爱改革，不过联合国完全是无要插。川普政府伫2018年宣布退出13个投票结果，证明美方退出的正当性。事实上，人权团体也对13个结果真有意见。国际人权观察组织指出，伫唯一有竞争性的亚太区代表当中，沙地因为官方涉及迫害甚至杀害反对人士，伊无达到抗战票数落选。虽然互外界真欢喜，不过中俄、古巴这个国家也进入将后评论北国的人权的权限，都互人真遗憾。记者综合报道。过来讲国际体育界出名出身葡萄牙骹球的名称 Cristiano Ronaldo， 就是人咧讲的 C 罗，搁有拍高尔夫的世界球王 Dustin Johnson， 当拢正式去治疗武汉肺炎。搁有欧洲的荷兰一国一日增加7300几个患者，政府嘛宣布2礼拜的封锁令，甚至搁有一个89岁的老大人，第2摆搁再染病，这回煞救无起来。葡萄牙骹球明星 C 罗面对镜头是比一个赞，第一知影家己新冠病毒体检是阳性了后，就乖乖隔离，佮讲家己真好，当地晒日头。相关消息是由葡萄牙骹球总会伫咧13宣布的，表示 C 罗目前无症状。Eu começaria defendendo que ele está a gerir muito bem, não é? Obviamente que ele, a partir do momento em que fez o segundo teste, o reteste hoje de manhã e foi confirmado, ele entrou em isolamento ontem à noite, a partir do momento que fez o teste, como todos os jogadores. Ontem, depois do teste, os jogadores só de dizer que quer jogar, não é? Comunica lá de cima cá para baixo connosco.
e portanto ele está bem, está completamente assintomático, não sente nada, não tem problemas nenhums. 世界排名第1的高尔夫球王美国球星达斯汀强森宣布确诊，已经退出这礼拜伫拉斯维加斯举办的 PGA 巡赛世界杯。今年36岁，强森表示无法度比赛，伊感觉真失望，会接受治疗，赶紧回来球场顶悬。伊是伫咧11月暗仔出现症状，一直到13拢无改善，接受体检，结果是阳性。荷兰的部分地区14暗时10点开始，会实施至少2礼拜封锁，所有酒吧、咖啡店，还有餐厅关起来。酒精甲大麻暗时8点以后嘛禁止来卖。政府当地积极掌控疫情爆发，在是通报过一天新增加确诊超过7300例。过去一礼拜新增加确诊累积超过43000例，而且有150个人破病死亡。根据欧洲疾管中心的报告，过去14天以来，荷兰是欧洲感染率第3高的国家，敢若比捷克甲比利时较低。De maatregelen gaan ook pijn doen. Maar het is de enige manier. 另外，荷兰一个89岁治病的妇人人，今年确诊新冠病毒，住院5天了后，症状完全消失。毋过2个月了后，佫确诊，而且伫治病第8天恶化，2礼拜了后过身，嘛是全球2度感染而且破病过身的头一个。法国13开始危险族群的流感疫苗注射活动，65岁以上的人必须要注射，而且有新的妇人人，还有呼吸道疾病甲其他相关症状的人，有优先注射的权利。今年伫咧疫情的影响之下，注流感疫苗的人增加。健康官员建议讲，无论是预防流感，还是新冠病毒，也是拢爱挂嘴啊，降低感染风险。记者综合报道。等来看国内下晡上届新的消息，来讲，昨交通部汇集台北、新北和基隆3个县市长共同开会，就互相中间铁路、电车这的交通建设交换意见。嘛决定基隆市本地要起的轻便电车提升起来换建设捷运，直接通台北市南港。交通部是讲照往例参考，望这条经费直辖市会当倒负担一半。贵人轻轨升级到捷运，伫经过新北段了，甲民生实际线小台路线沿降一条轨道。伫台北这边延伸到南港是向地下化方向规划。台北市讲会出钱，也阁希望会当拍捷。交通部是讲会依照过去的惯例，一人一半。台北市的部分大概分担50%啦，哈，大概是这样。所以我们那一段的经费大概接近60亿。我们是愿意多负担一部分的责任呐，但是这个折数哈，那他们有不同的考量，所以这个部分呢，我们还会再做进一步的确认呐。对交通部讲，台北延伸到南港地下化的经费由中央地方一人一半。台北市捷运工程局正记者讲，细节部分可能要等到800基轨道路网政策沟通平台进一步确认。目前贵人捷运这个村贵人到八路这段，因为路线这个人用来一种轨道，也怪评估。只要是说在基隆段非常困难，这个过去的评估都非常困难了哈。那因为当地有很多人的反应，希望把这个台铁留下来，所以这边我们要用各种方法去做方案的评估。所以现在初步就是先到8堵。好，然后后面有共识的话，在第2阶段再来做。交通部证实，800基轨道路网政策沟通平台第一遍开会就让有几多项详细决议，主要是平台有工作小组。交通部已经伫咧进行分别拜会800基3位市长，就细节做讨论。因此，伫拜日是3位首长伫咧会议中再一遍沟通，正紧就共识。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昨早起交通部铁道局去拆台南市铁路地下化征收有得的上尾2户，其中1户就是南铁东移自救会会长陈志晓教授的厝。早起陈教授和伊90岁的老母路面表明讲，因都已经表示厝体要捐出来做公共艺术的用途。谁知影铁道局同款大奖的，对执政党是真失望。13透早伫一片混乱冲突当中，铁道局拆除台南市铁路地下化，最后2户迫迁户陈志晓甲黄春香的厝。环铁路东移自救会会长陈志晓甲90多岁老母，但蔡信美14透早到台北开记者会，现场还有社道居民、屏东县议员蒋国辉，将近20多位民众来声援。像起昨13拆厝的情形，但女士是目屎流鼻涕，控诉伊一直支持民进党政权所予失望，连滚背弃伊的厝。9年来，我们过的日子就是提心吊胆的日子，不知道
什么时候会被拆光？以为本土政权呢可以让我们更幸福，但是我完全失望了。一个讲求民主人权的国度，只愿意给人家10分钟颁奖。徐世荣提出单届大肆控诉，铁道局只予住户10分钟就搬出。现在封起来了，无要互阮入去啊，无要互阮入去啊，嘿。但地校表示，9月底已经分别向台南市政府甲铁道局提出南铁公共艺术化和解替代方案。交通部甲总统府也知情，单届愿意捐出原厝空地啊，暂时移地改成公共艺术。南铁应正常施工，想不到协商破局，被铁道局雄雄踢掉。跟政府和解，我提出一个方案，结果政府在躲，政府不愿意跟我协商。在这种状况之下，他如果又来突袭强拆，那不是太无耻了吗？请屋内的人员尽速离开，为确保他的安全嘛。属于他的财务的部分都已经搬离了，大部分就剩下一些杂物。铁道局中央处解释，赶走住户是以行政执行法，也为维护住户安全。另但地校提出的公共艺术替代方案是属于公共艺术设计法办理，铁道局依法无法度执行。记者综合报道。共款甲交通有牵连的消息，今年9到7月，台北市内公车客运所发生的交通意外，都有180件。早起市府劳动局嘛公布针对客运业劳动检查的结果，辖区的12间业者拢有违法的项目，其中中兴大业、光华巴士甲东南客运这3间情形有较严重，劳动局嘛已经要求都要提出改善的计划了。今年6月份，一个台大教授伫咧台北坐公车的时阵，正卡去互车门夹着，互拖几啊百公尺，致使重伤住院。9月底内又搁发生公车冲入去人行道，甲几排机车弄倒的事故，造成1个人死亡。市区客运公司的意外小连续来发生，台北今年到7月份就发生180件。劳动局第2日对业者进行劳检，结果台北市12间客运业者拢总违法。今年呢，这个违反的法条其实也相当的多，预计我们总金额会开出这个。应该也是突破以前的记录，会超过总金额是900万。我们还在接受有一些业者在做一些相关的陈述，但是呢，已经有部分的罚单都已经开出了。公车客运业者伊无互劳工轮班让旁有11点钟的休困时间，还佫有无互劳工连续30分钟以上的休困时间是上严重的。尤其是中兴大业巴士、光华巴士甲东南客运，各违反6项是上侪。劳动局依法处罚，预计超过900万。今年公车客运业者总共违反37条，去年违反54条，比起来改善率仅31.5%。客运业者他们都是属于轮班制的工作者，所以呢，他比如说今天上班下班的时间离他隔天要上班的时间至少要间隔休息11个小时，但是有7家业者呢被我们发现他们没有办法做到，一天里面至少要有一个连续30分钟的一个休息时间，有7家业者。也是做不到的。9月29日，台北公共运输处已经召开劳资座谈会，要求业者10月底进前提出路线调整、甲人力配置的改善措施。10月底进前，要向劳动局针对各项劳基法违法的部分提出具体的改善计划，希望会当改善驾驶工作时数长度、甲休困时间无够的问题。记者综合报道。我来关心经济甲教育。昨金融管理监督委员会发布讲，查到违法的中国资金买股票投资大同公司，罚金2500万，还佫有限期6个月，股票要脱手。目前负责经营大同的公司这派也声明讲，过去一直就是受到中国资金违法投资的损害，嘛望经济部爱先撤销进程，同意对外围买到股票遐个股东，会当召开临时股东会议的决定。大同的股东临时会会伫咧10月2日开始，毋过伫咧召开进程，金管会13宣布，佫一改查处有中资透过外资的身份来投资大同，依法处罚2500万，而且停止股东的权利，限期6个月，甲持股全部卖掉。入资，然后透过第三人
在持有我们上市公司大同公司的股票，违反两岸人民关系条例的规定，所以我们就处2500万，停止他的股东权利，要求他6个月内要把那些股份出清掉。检机局表示，各一届抓到违法中资投资台东，不是台东进前所检举指控的中国龙丰集团，是透过新加坡外商来台湾违法投资。拄108年5月份，小连续买台东的股票，时间要到半年，总共买台东股票13万张，持股的比例超5.87%。台东公司派发声明告回应讲，感谢金管会依法行使职权，总算证实讲有中资透过境外口座来投资，而且安看真实的身份。佮指出讲，还有7个非法的口座需要金管会去查。后续经济部停止原来行政处分，撤回高林会核准。毋过台东市场派回应讲，金管会查出中资颠倒互台东的股东结果更加透明，高林会改选的结果更加无争议。把金管会这次查出来的5.87剔除投票权，那剩下的94.13作为这次的这个领股会的一个股权，我觉得这是合理的。因为3年前公司派嘛捌向金管会提交4个可疑的香港口座，金管会小连续查出4个口座背后是中国第三开发商上海龙丰国际，捌3届处罚龙丰国际。经济部回应强调，讲这届金管会查到新中资甲市场派新东、新台东无关系，所以无影响原本的行政处分。10月2日的股东临时会也是会继续召开。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教育部计算讲，今年因为传染症的缘故，有2000外的本地大学一年要入学的外国学生煞来放弃，还有读到半中途1000几个外国学生也无继续注册。各大学学费总算是拍算是2亿外，是讲二修大学和台湾师范大学也表示，香港、澳门来的新学生今年有较低，这嘛是暗来扯去。自6月底开始，境外学生返来台湾9月人上济，平均一天有280人。教育部统计到13号下晡5点，核准入来18000外人，已经有17000外人入来。菲律宾、印度这种大家都进不太来，好，那这个大概也不是我们这边的问题，而是它大概就是没有班机，或者是那境内移动都有问题。菲律宾也是接近700，目前只有43个。因为各大学注册就要结束，教育部估算差不多有2000外名境外厉害学生放弃，1000外名旧生退学，学费损失2.25亿到3亿。大师代表示，甲去年来比，境外新厉害学生注册率下降9%，但是侨生甲香港、澳门新厉害学生成长11%。有可能他们本来在台湾念大学的港澳生。他继续留下来，继续念我们的研究所，所以研究所的人数增加的特别多。二手大学校长陈正元讲，二手今年境外新厉害学生嘛受影响，但是香港新厉害学生增加，淡薄仔牛病，非学位学生也袂使入来，对环境禁止新生来台冲击较大。我们过去交换生比较多啊，学位生比较少，可能也许11月、12月定调通知学校，如果2月来得及的话，也有机会，有可能啊。教育部表示，非学位的境外学生什么时阵会当开放，阁爱甲指挥中心参详。但是，若是要开放，会优先来考虑领台湾政府奖学金的境外学生。记者相信志明台北报道。再来讲，花莲县政府有许可业者伫咧万英乡的红叶部落开发地下烧气的能源，毋过法律规定，就要摕到原住民部落所签的甘愿字、资商同意权。进前这间厂商就是无完全得到部落内底民众同意，就先施工探查引起争端。早起红叶部落的族人嘛去到县议会，和业者当面要切一个直。为着要反对地热开发公司伫咧红叶部落内底钻探行为，加百红叶部落的族人前往花莲县议会，要求县政府相关局确实来说明，是安怎厂商会当摕7月份一张说明会签赌破的记录来做部落已经同意。我们并没有行使同意权啊，用签到簿说我们已经同意了，这样这是不对的。这个非常的那个错误。毋过业者强调讲，说明会迄当阵参加的族人并无伤侪人反对，佮加上是伫咧家己私有土地来进行工程，所以并无适用原基法第21条，需要得到原住民资商同意权。基本上我们公司的立场还是都依法办理啦，因为我们公司是瑞典公司，他们其实是很守法的，所以法律怎么规定，我们就照法律怎么走。毋过业者到暗时也搁伫咧施工，噪音真严重影响到部落居民的生活品质。环保局嘛处罚
法过，要求夜间袂当施工，不过昨日认为申请案充满问题，应该随停工。找紧过程里边，确实他们按照程序来去做这些事情，可是呢，它造成地方上的困扰的问题，我觉得这个公部门他必须要去制止。即使公部门认为你是合法合理，可是呢，你不合情。县政府强调，讲目前地质开发案也未核准，敢若是温存对地质环境来做正探的调查。若是温度符合业者的需求，后续才有开发案的申请。希望业者加强甲部落族人的沟通。记者综合报道。关心环境问题来讲，顶日啊，桃园有民众入山去溪边钓鱼，山去互规群的虎头蜂围起来叮。虽然有跳落溪底逃命，不过入院了后嘛是救无起来。专家提醒讲，秋天到，虎头蜂的攻击性嘛加强。若有入去山内，就要戴帽啊。虎头蜂来嘛，就要赶紧闪，千万唔通大下出手要赶，安尼是会愈危险。伫咧救护车内面，这位62岁姓帅的查甫人是和规定的虎头蜂叮到人昏去，救护人员赶紧给送病。到达现场后，人员着武功衣进入现场后，仍被上百只虎头蜂群攻击。立即将人员救出，并紧急送医。代志发生伫咧12中昼，姓帅的查甫人甲朋友去桃园复兴区西门路野溪钓鱼，突然间有规定的虎头蜂甲因攻击，伊的朋友好佳在逃走，姓帅的查甫人跳喺溪内面要撇，也毋过规身躯拢互叮着，面规肿起来，无喘气无心跳，送鼻了救袂断。像今年台风没过境，它一定是比较高，2、3层楼差不多，竹篓潮几乎是会很大，一般都是2尺多，今年竹篓会有4尺、3尺多。伫这份桃园、新竹、高雄真侪所在，拢发生民众和虎头蜂攻击的代志，甚至有死亡的意外。专家讲，今年无风台，虎头蜂的数比往年较大，而且伫秋天，蜂的攻击性较强，因的境界范围差不多是100公尺内，蜂数愈大，境界范围就愈宽。民众若去野外爱戴帽啊，拄到虎头蜂，保持冷静，动作放较慢的，赶紧离开，唔通去甲压、去甲赶，才能保护家己。记者综合报道。原来讲10月初8，苗栗县内高架快速道路发生一只2岁已经成年的石虎母去互经过的车撞死的意外事件。到11日后，民众伫咧头厝的石观音寺遐，发觉一只头壳受伤的石虎公。今年到当石虎伫咧车路受伤无命的事件，头尾有8层，比较过去有较减。保育团体嘛讲，这就是民众的观念确实有较提升了。车速拢是80公里以上，苗栗台72线快速道路往东向5.2公里的所在，这个月8号中昼有用路人发现石虎去互车撞死，通报了由公路局到现场扣回去，发现是一只2岁外的成年母石虎，体重是2.7公斤，尾流甲骨盆拢严重骨断，死亡的时间可能是7号暗头啊。72线是紧邻着那个后龙溪，那这个地方也是算是石虎的热区，因为这是台72线第一次有石虎入山。那旁边附近我们有看到一个地方是比较，就是它的那个高度是比较低的，所以那个地方可能是石虎可能从那个比较低的那个围篱那边上72线也有可能。这是今年第8件石虎落杀，嘛是第一只伫台72线快速道路扣人撞死的石虎。因为落杀的地点是高架路段，附近嘛有围网，苗栗县农业处无排除石虎是为平面道路相接的所在入去高架路段，因为找袂到出口，去互人撞死。今年统计到10月为止，石虎落杀的案件伫个位数。保育团体指出，相关资料无法来推论公路缺失改进是不是已经有效，但民众保育观念开始提高未少。我没有办法从1年或2年的资料就去告诉你说，这确实是保育有成或者是什么，我觉得很难说。但是至少我们可以肯定的是，县府跟相关单位其实确实是有注意到这个部分，然后也有提出相关的改善计划在进行。伊伫今年10月11号下昼，民众通报苗栗岛石观音寺附近的乡道，发现一只头部有3、4个架痕的受伤公石虎，通报救援了，送德行中心来医治。兽医研判，这个石虎是1岁以上，体重3公斤。相关单位初步研判，无排除这个石虎受伤是去互野狗来攻击。记者综合报道。来讲，这当阵分林的金蕉当咧大出，不过今年生产是有较过头。但民进党的劳建国立委已经有经过农委会倒销5000箱的金蕉，国民党的张丽仙县长也设法直接金门，尽量替农民增加收入。总是也有农民直接表明讲，今年因为传染症外销减半，内销也有限，饲草恐惊是会歹到年底。
目前拄好是婚林金蕉大出的时阵，毋过今年金蕉的产量真济，佮加上受到疫情的影响，互启动乌龙金蕉外销去日本的订单是减少5成以上。农民是海产，婚林县政府头一届甲县内7200公斤的金蕉，每盒卖去金门县，希望加减替农民增加收入。吃了减5、6成。对啊，所以即马酒甲恁食足少的啦，拢一柜细柜啊，安尼啊。我们针对乌龙胶的部分呢，大概也卖出了2万多公斤了哈，所以这个部分哈，我们逐渐在媒合哈。分管府表示，最近金蕉落价，县政府拄到月底开始，已经成功媒合企业团体来采购金蕉超过2万公斤。若是立委劳建国是找农委会来斗3工，媒合各公民营企业的团体来采购，目标是要甲75000公斤的金蕉卖出去。再加码购买5000箱哦，那一箱就是这个催熟含包装冷藏运送，一箱是450块，那就等于从1公斤有30块。婚林种金蕉的农民表示，去年同期金蕉每公斤超20-30块左右，毋过即马计数落甲干若剩8块，采收落来根本就无够成本，都有农民议价。这波增加计数可能会维持到年底，目前干内当靠地方政府甲中央政府来替因找销路，加减增加一寡收入。记者综合报道。婚林看完来看嘉义县的义德者种饲料贩卖失面超过2000架吨，总是今年因为雨水较少，收成也受到影响。过来若是雨拢无来，农民嘛望讲政府会当开始照天然灾害标准加减补助挂，通好助因减少损失。像这发起来是4期，拢发起来哦。系啊，这种发起来拢4期哦，你看。原本当你成长的番麦，逐丛看起来拢连连，有的已经徛黄。伊伫向9月开始种的番麦，因为还无雨水，到当受损的面积已经有300公顷，受害程度约15%。这一个饲料玉米跟青稞玉米这个受损将近有15%，损失金额将近200多万然后，那我们会迅速将这些资料送给我们农粮署，作为我们这一个灾害救助的一个参考。伊伫乡是目前种植这种饲料用番麦统制的所在，面积有1520公顷，受可汗的影响，田内底的番麦拢袂大，农民真烦恼，会影响到每公顷65000块的转作奖励金。我们过去都有一个限制，就是要每1公顷要缴交到4500公斤。那今年干旱的部分收成一定会较歹，所以我嘛是建议讲农粮署。农委会当降低个就不限数量的啦，伊来收2000就交2000，收3000交3000啦吼。总干事表示，这16冬来毋捌拄过这种情况。目前9月开始种的番麦已经有5-6成徛黄，若是天气继续安尼无落雨，状况会更较严重。希望政府除了转做奖励，嘛会当使用天然灾害补助，减少农民的损失。记者林慧婷家己报道。换来讲，进前新北市一间科技公司有女性的员工表示，家己因为去互总经理骗赊搅扰，煞来得到忧郁症，结果公司佫找理由解除伊的职务。当事人告对法院去，一审判决这层忧郁症算是职业灾害，公司就要赔偿10几万。甲这个员工辞调嘛是违法，总是这条案佫会当上诉者。有一位科技公司的女员工，108年互公司以业务不好、亏损为理由解辞掉，伊不满提起告，指控伫咧2018年到2012年之间，长期互公司一位县长的总经理性骚扰，得到重度忧郁症等症状，向公司反映，公司无好好处理，颠倒是解辞掉。新北地院伫审理了认定资方是违法解雇，判女员工胜诉。法官认定说他确实是因为这个职灾就是被性骚扰的原因导致这个受有这个身心上面的状况。伫一审认定，女员工进前无忧郁症等病史，不过伫咧被长官性骚扰了后，得到这种病症，因此是职业伤害，而且是精神科追踪治疗，也搁伫咧医疗阶段，所以依照劳基法的规定，认定雇主无应该终止契约，判定解雇无效。双方的雇佣关系依然存在，并且将予伊医疗费加非遗财产损失超过10万。被告的科技公司是讲会搁上诉。到底是不是职业灾害是本件一个很重要的争点，还没有厘清。那所以针对这样不利的判决，我们将来是会提出上诉来寻求救济。
公司确实没有落实所谓性别工作平等法的一些防护上的责任，譬如说事先的预防啦、事后的补救，都并不是非常到位。新北路检署讲，依照现行的职安法对职业灾害定义，劳工只要伫咧工作时阵所引起的疾病、伤害、失能或者是死亡，拢是职灾范围。伫这边的案件，劳检署认为，虽然女员工伫事发迄当阵被调离原有的职务，因故有关无法度有效的避免伊造成性骚扰，无积极有效的措施，互伊受到精神疾病的困扰，所以依照性别工作平等法，罚公司10万。记者综合报道。咱话来讲，中华基督教病院内底失智症中心，固定拢会替遐失智症的患者举办家庭日的活动，内容就是甲病人西装打扮，也是讲做生日，通好翕相录影，留落美丽的一面，当作留念。啊嘛，通互负责看顾因的亲人来遮，互相交换心情甲意见。看不出来。你俩化妆了也变成65。患者的爸阿姆嘛，装好水水，笑眯眯，心情也对咧欢喜起来。中华基督教病院的失智症中心举办失智症患者的家庭日活动，帮患者西装打扮做生日，也替因翕全家的相片，希望互患者和家属暂时将病痛和照顾的辛苦拢放互袂记。他发现了，但是他已经忘记了，因为他现在他一直在家，而且他是妈妈跟老婆已经搞不清楚了。人拢会老，记忆的退化，思考会变慢。不过失智症的患者唔但记忆退化，有的人个性的改变也袂认得亲人，对家属来讲是真歹接受。中华基督教病院除了举办活动，也互患者的亲人会当互相分享照顾的过程，佮有因的心情。我们用这样的家庭日的概念，我们结合医院，结合社会的公益团体，我们一起来让失智的家属可以能够在这个地方，大家可以分享他们照护的一些心得，也可以让他们可以了解到说，失智的照护其实是并不孤单的。照顾失智症，除了爱有专业医护的协助，对每日咧陪伴的家属来讲，是一条行袂尽崩的路。不过医生也强调讲，莫听到失智症就感觉惊吓，爱量早注意亲人的状况，交予专业来诊断，早期发现，提早控制，就会当尽量维持原来的生活品质。记者综合报道。咱过来讲，近来有民间的科技公司运用公家机关所公开的网络资料，开发出一个手机的 APP， 叫做红地。就是民众早间出门看 APP， 就通就近找到所在入滚水。但这项新发明也摕到今年总统杯鼓励民间创新运用公家机关所谓网络资料的科技比赛，杰出团队的肯定。早啉水管出门，想要抵滚水，手机 App 一试，就会当查到你家己上近的红地站伫倒位。过去嘛捌有相共的 App， 不过这支红地 App 除了公家机关的红地站，嘛邀请企业点头加入，透过互动佚佗的方式，不管是饮水机、啉水台，也是大地沟的资讯，拢通掌握，找水啉变加介趣味。民众透过这 app 去找水的，或者阮迄点数，点数会当去阮迄店家遐兑换伊的商品，像宝可梦安尼去用佚佗的方式佫有当去熟悉到这店家的伊故事，这是足特别的红地的文化。红地 App 透过公司协力，甲环保署打造出所谓行动的啉水地图。伫今年总统杯黑送，摕到出奖团队的肯定。今年咱的主题是永续发展，主要就是咱后代子孙的环境，嘛，互伊莫受到破坏。环保署原本就有足侪啉滚水的所在，毋过无足侪人知影。所以讲，红地就是民间的创意，结合公部门的资料，来解决塑胶管产生的问题。想要解决问题，会使为家己开始，积极参与公共事务，就是一种方式。大家拢知吼，要互阮的环境更较好，社会更较好吼，这毋单是政府的代志，佫是阮大家人的代志哦。所以阮嘛希望透过这个红地的行动吼，互大家拢会当到阵做伙来向前行安尼。
已经举办3年总统杯黑送，希望邀请证人做伙改变甲政府的关系，嘛鼓励公部门和民间合作，利用数位科技，甲政府的资料做创新的运用。记者杨淑晴、张玉水、谢桂林台北报道。镜头刷落南，搁来讲原住民排湾族的雕刻师傅庄太杰无师自通，自少年就雕刻创作到即阵。当然为着要互愈侪人来了解排湾族雕刻的艺术，特别伫咧来义乡打造部落文化故事馆，讲未来要搁再结合教理科体会雕刻这款特别的课程。妇女怀孕就是甜蜜的负担了，我主题了。以妇女有心为主题，一笔一画刻出妈妈的辛苦。嘛为作品中看到妈妈为着甜蜜的负担，有心10个月的心情。另外一个作品，手有着手的男女木雕作品，2个人的表情坚定，代表久久长长，彼此互相扶持的感情。也佫有雕刻线条真幼弱的头像，面部的表情和头壳顶的装饰拢真有意思。作者透过雕刻，和后代子孙了解世代的祖先，嘛显示对祖灵的尊敬甲重视。这作品拢是来义乡雕刻师庄太杰的作品。我从事雕刻已经30多年了，我特别有兴趣，做传统的雕刻哈，我就想要把这边的文化，让所有的人来看到。部落文化故事馆除了要互民众了解排湾雕刻艺术，未来嘛望结合家己的工作室做文化推广，以系列导览内容串联友情和艺术，用家己的经验来传承和木雕艺术流传落去。我是想透过这样的互相合作互相来串联来做一个观光的行程了。一方面也是做一个传承了。我从78年一直到今天也都是往学校去做传承的工作。透过原住民艺术和观光的结合，望和排湾雕刻艺术更加踏进民众的生活。民众若是有去来义乡佚佗，买当顺线去故事馆行行看看，体验一个无同款的游乐景点。记者综合报道。再来讲婚姻馆轮陪水bàn头，这月咧当咧举办招安客家文化节。顶日中秋暝，阁有真侪外围的民众专工去参加迎暗景，这项已经有上百年传统的活动。内容就是野火把洗砖头，早前的用意就是要顾地方的安全。这个民众野火把对伫咧砖头甲光莹莹的新桥后壁行，伫暗暗的天色下骹，烟火是放甲热烈滚滚。这是婚姻馆轮陪乡水bàn头的迎暗景，是招安客家文化节主要活动。因过是为着要提防其他的族群惹事，所以庄内的人会野火把四界巡视。咱是一个乡土的防卫组织，咱来巡视咱的庄头，看是不是有这个无共的族群伫遮挑衅无？这个迎暗景的传统民俗，较早伫婚林的二轮、轮陪、甲西犁这个地区，拢有咧举办，已经有成百档的历史。不过即马煞干那村2个社区有咧举办，逐年的中秋节拢会吸引真侪在地甲外地民众来参加。阮逐年拢会囡仔大细，我拢会转来做伙参加即个活动，我感觉做有意义的。即届转来是要参加咱水bàn头的野暗景。我是每一年拢会转来回娘家。婚姻馆的招安客家文化节以迎暗景做重点来举办，真侪民众规家伙无要烘肉，是带来遮野火把洗砖，体验无共款的中秋民俗，也祈求厝内大细会当平安佮顺遂。记者综合报道。我来看台南市的客家过去种真侪咸草，当然也是草树重要的生产地。但时代变迁，传统产业渐渐失落。地方就有一个少年的文书工作者，特别把过去生产草树的基台修理复原，望要互下辈通更较了解这项产业变迁的过程。一台看起来已经旧拗的机器摇咧运转，当咧甲顶面一丝一丝的草仔并做伙，看起来真神奇。其实这是一台古早时用来做草树的机器，顶面的材料是咸草。伫咧台南客家，过去种真侪咸草，做草树的产业是真兴。不过时代咧改变，草树的产业渐渐稀微。
为着无爱互客家这段过去消失去，少年家陈银峰决定将一台老减草机送去修理。学甲这边的，因为塑胶产业的兴起，然后导致这个产业没落了，所以我们学甲的资产几乎都收起来了，所以我们把那一台机器从那边做修复，修复完之后来到这边做一个展示，让大家知道学甲自己的产业。陈银峰因为对农村真有感情，才互伊想要将古早传统工艺家私修理好势。希望透过这台重新运转的机器，会当互现代囡仔了解家乡故事。期待透过农村的媒介去带领孩子认识家乡，也期待吸引在地的耆老，因为这台制机机慢慢的聚集在这边。俗语有一句话：嫁鸡对鸡飞，嫁狗对狗走，嫁起者就派家己斗。对这句话会当看到，伫过去用咸草做的家己斗、草树啊等等的物件，是生活中真普遍的用品。只是因为时代进步，互民众渐渐袂记哩这寡传统的日常生活。陈银峰希望讲，未来规划这个空间，毋仅是互民众来参观咸草机啊，更较希望互在地老大人甲少年囡仔互相交流，将过去的记忆传承落去。记者综合报道。下半部天气变化，咱也来看各地头详细气温的资料。基隆、台北、新北、桃竹苗25度到31度；台中、彰化、云林、南投、嘉义27度到33度；台南、高雄、屏东29度到32度；宜兰、花莲、台东25度到30度。金马平湖22度到29度。感谢你收看《公视台语台下晡新闻》，我是郭国清，明仔下晡3点咱再会，多谢。